Bloomberg 三看的那是比赛，台湾出口的呢，节气来往为减脆外口买的节加那个美国过渡年代当中，这样出口的呢，加那刚才当台湾领取版的参与被是这，那么在美国圈呢，节气间出口节沉水政策节呢，出口的难的马正啊多节有被是这。这样 Bloomberg 三看的表现，那次国的主管支队，加那70年国际的操办王文斌的决定。捷克不送起给台湾出口的呢，节气间中央关于本地经济，台湾内对来看也是这个月份的呢，龙这来，地加那给当晚的店家来内这个月份9月，因为的呢正日，两日接触起节气经济难的，其捷克看来呀，台湾出口的今年中午接触比往前月份的解决节约。但是对机器日送节呢，出口难给外口忙起来的，加拿大台湾了往个月份定白日，因为捷克演出来样，出口的难的刚从2000年这就接触比往前这月份日。你到这段路的加拿大70本不准备，加拿大鸟领大经济马主的台湾出口去年主要比贴空气大补贴的，可以台湾出口的呢，加拿大刚才当台湾2000来往为，他们给阶级出了明白这句节约。